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12月7日舉行。咁我哋地產建造界啦，咁作為承建商嘅代表香港建造商會，當然係十分之關心邊個係會代表我哋嘅業界。咁所以希望我哋喺4月7號可以選出能夠代表我哋嘅聲音喺議會發聲，同政府反映我哋嘅意見。歡迎各位會員同埋傳媒朋友嚟我哋香港建造商會搞嘅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，立法會候選人3個界別嘅見面會。咁包括我哋嘅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別啦，工程界功能組別，建測規園嘅功能組別。我係黃浩明，地產及建造界嘅1號候選人。其實我哋今日最需要係咩咧？我哋最需要嘅係多啲工程開工，多啲工程上馬。我哋其實大家同舟共濟，搭埋同一條船，希望香港經濟好。咁我係趙式浩 Howard Chow 啦，咁今次係我第2次參選呢一個界別嘅。咁我今次嘅口號咧就係堅定再出發，自定位行業，年青有幹勁。咁我純粹真係攞個心出嚟服務社會。我嘅口號就係敢創新局，重塑工程未來。我其中一個理念就要將工程創科融合，可以去跨工程嘅領域入邊咧，可以服務大家。我係卜國明，我嘅口號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就叫做以專業護權益，以創新育未來。因為我相信我自己係有呢個經驗，有呢個能力，有呢個承擔，我要去做一個做到嘢嘅立法會議員。我今次參選嘅口號咧就係聯繫各界，跨越界限，共建明天新氣象。香港嘅經濟係非常之需要激勵啦，我就好希望政府同各界咧可以發展一啲對經濟有利益嘅項目。商會亦都展開咗一系列嘅宣傳活動，包括印製選舉宣傳海報及橫額，俾會員張貼喺辦公室及工地，同時鼓勵會員、屬下員工、工友以及市民，大家踴躍投票，共同塑造香港嘅未來。支持立法會選舉，香港建造商會127齊投票。香港建造商會127齊投票。